晚年幸福嘅秘訣得3個字，唔好理，你冇聽錯，就係咁簡單，亦都係咁殘忍。你下半世所有嘅痛苦、所有嘅冤屈、所有嘅失眠、所有嘅血壓飆升，歸根究底係因為你理得太多。你以為自己係邊個？救世主、家族燈塔，定係聯合國秘書長？你只係一個行將就木、食緊老本、等緊大限嘅老嘢。你仲有咁多嘢要理？你理得掂自己條老命，已經要雞還神啦！你唔信？你回望一下你過去60歲打後嘅日子，有邊一單煩惱唔係因為你多事幹、多手多腳、多嘴多舌惹返嚟嘅？你話我講得刻薄、涼薄得過你啲仔女當你人球，涼薄得過你所謂嘅朋友喺背後笑你死要面？我呢啲叫當頭棒喝，你嗰啲叫戇居居送羊入虎口。你睇下你身邊幾多老嘢，一退休成個人好似鬼上身咁，乜都理一餐。你仔女嘅婚事，你新抱嘅肚皮，你女婿份人工，你個孫讀邊間幼稚園，你隔離鄰舍隻狗吠得大聲，你茶餐廳杯奶茶貴咗5毫子，你電視新聞裡面個議員講錯一句説話，你股市上落嗰幾百點，你自己條血管有毛塞，你骨灰龕位加價，你朋友個仔有無出人頭地，你死咗之後啲薄金點樣分？你咁中意你，不如去殯儀館做堂倌，保證日日有得理，仲有薄金收添。問題係你理完一輪，有無人多謝你？有無人聽你支嗲？有無人因為你理而世界變好咗？唯一變咗嘅係你條氣越嚟越唔順，你塊面越嚟越黑，你把口越嚟越臭，你啲朋友越嚟越少，你啲仔女越嚟越唔返嚟食飯。而你個心越嚟越揦住，最後得返一個結果：早死早着，遲死失眠，瞓唔着。所謂晚年幸福，從來唔係因為你擁有幾多，而係因為你唔理幾多。呢3個字唔好理，係一把削鐵如泥嘅斷情刀，係一道金剛不壞嘅防火牆，係一粒起死回生嘅安宮牛黃丸。你能夠參透呢3個字，你餘生就係皇帝；你參唔透，你就係一條可憐蟲，一條連蟻都不如，俾人嫌棄，自己又谷到成肚氣嘅老而不。首先同你講樣最攞命嘅就係你仔女，你含辛茹苦養大佢哋，你以為佢哋就係你嘅續集、你嘅番外篇、你嘅人生加長版？錯啦，佢哋係獨立電影，你只係片尾彩蛋，播完就散場。人哋識唔識欣賞，完全唔關你事，你硬係要理佢娶個乜嘢老婆，個新抱係東莞佳麗定湖南烈女，係哈佛博士定係屋村之花，關你乜事？佢同你仔瞓一張床，唔係同你瞓。你理得佢煮落鹽多定少？佢煮俾你食係人情，唔煮係道理。你食完咪死，返入房睇電視，囉何多嘴一句，你以後連飯都冇得食，淨係食自己嘅眼淚。你覺得個女婿無出息，做份牛工，買唔起樓？喂，大佬，你俾錢佢上車咩？你唔俾錢，你理乜嘢？你俾錢你就更加唔應該理，因為錢俾咗人就係人嘅，你理即係自己曳交嗌，等同掟錢落鹹水海之後仲要跳落去撈，蠢嗰隻豬。人哋兩公婆閂埋門打交，你又去理，走去辦和事佬，點知人哋床頭打交床尾和，最後槍頭一致對外，兩公婆一齊鬧你係老虔婆，老而不話你干涉內政。你到時就知乜嘢叫做枉作小人。幾多老人家臨老過唔到世，就係因為你仔女嘅事，你到眾叛親離。你話你擔心佢哋，你擔心得幾多？你死咗佢哋就唔使生活。你咁中意你，不如揸住本黃曆同佢哋擇日行房一貧。仲有你個孫嘅教養，呢樣更加係白痴到無倫。你理佢讀國際學校定本地名校？你理佢學鋼琴定打跆拳？你出錢供書教學，出到廚緊，以為可以指手畫腳，結果你新抱一句我個仔我話事，即刻推你埋牆角。你見個孫食飯用手揸，你就用筷子撲佢隻手，成台人即刻靜晒。你個孫喊到拆天，你新抱塊面黑過鑊底，你個仔耷低頭扮睇唔到。嗰餐飯食到好似坐監，你為乜？你想佢好，人哋覺得你係破壞緊佢哋嘅親子關係，係阻礙佢自由發展。你個孫第時大個咗，一年打一次電話俾你，
講句阿爺阿嫲身體健康，已屬皇恩浩蕩。多數係連你叫乜名都唔記得，淨係記得你成日逼佢食魚肝油。你擺咁多心機落去，得到個回報係零，甚至連零都不如係負數，因為你仲要俾人怨。你唯一要理嘅係你俾佢個封利是封夠唔夠厚，厚到佢哋唔好意思唔收。其他嘢一概唔好理，理你即係用自己嘅晚年健康去換人哋嘅白眼。呢單交易蝕到入肉。講完家庭，講下你身邊嗰班所謂朋友，幾廿歲人仲學人埋堆飲茶吹水，你以為真係友誼永固？你戇居啦！老人圈嘅社交往往比後宮更陰濕。你理人哋個仔有冇升職，理人哋個女有冇嫁入豪門，理人哋去咗幾次歐洲旅行，理人哋退休金多你1000定少你500，你呢頭恭喜完人，嗰頭個心就揦住，返到屋企對住個老婆黑口黑面，嫌佢唔夠人哋老婆咁賢淑。人哋個仔買咗新樓請入伙酒，你返到去就你班仔女無鬼用，搞到屋企家嘈屋閉，你把口仲要唔收，周圍講阿邊個個仔好似被人炒咗魷，阿邊個老婆好似有外遇，是非傳來傳去，終於爆大鑊，人哋打上門嚟同你算賬，你成個老貓燒衰，塊面黃過屎，你理咁多做乜？佢哋係風光定潦倒，係真定假，關你蛋治。你以為人哋好想同你分享，佢哋只係想聽眾炫耀下你咁認真做乜，你咁投入做乜。你越理就越容易俾人利用，俾人煽動，最後做咗爛頭卒。人哋縮喺後面笑騎騎，你就瞓喺醫院量血壓。呢個年紀最忌就係理朋友嘅是非。真正嘅朋友根本唔需要你理佢啲家務事，需要你理嘅多數係你笨嘅豬朋狗友。記住，老年交友只談風月，莫問前程，唔好理對方背後嘅嘢，更加唔好將自己嘅底牌揭俾人睇。最好嘅狀態係你死你事，我活我該。再講大環境社會嘅嘢，好多老嘢退咗休冇嘢做，突然變咗政治評論員、社會觀察家，睇住個電視由朝鬧到晚，邊個議員講錯嘢，邊個政策弱智，後生仔點樣無禮，成個世界末日咁，越鬧越激動，越激動越瞓唔着，血壓直線飆升，一條氣就啖谷住，結果中風，半邊身唔識喐。你嗰陣時會點？你瞓喺床上流住口水，嗰班你鬧到狗血淋頭嘅議員繼續坐靚車食好西，後生仔繼續玩手機講粗口，世界一啲都冇變過，係得你變成咗一件廢柴。你理得佢香港沉淪定係偉大復興？你係咪投嗰一票對大局有影響？你投邊個？邊個當選？你第二日都係要排隊攞生果金，都係要搭2蚊車，都係要面對茶餐廳加價。你咁多勞氣為乜？你以為自己係民主鬥士，定係以為咁樣好有型？咪玩啦！你只係庸人自擾，係情緒嘅奴隸。政治係一場戲，你睇戲咁睇咪得咯？睇到咯，你蝕底。你捐錢俾政黨，佢哋當你提款機。你上街同人嗌，你體力唔及後生，俾人撞跌就永久傷殘。呢啲叫乜？叫攞苦離身。社會上每日都發生無數咁多不公、不幸、不義嘅事，你能夠理得幾多？你連自己屋企嘅廁所塞咗都未理得掂，你理到非洲啲難民，理到戰爭，你越理越覺得自己渺小，越無助，越憤怒。呢種憤怒會慢慢吞噬你嘅餘生，令你變成一個人見人怕、開口就噴嘅孤獨老人，連社工會掉頭走。所以唔好理，天冧落嚟當被冚，世界末日你咁老，末日都係後生嘅事，你理嚟做乜？你唯一要理嘅政治就係你體內嘅血壓共和國，唔好俾佢政變。好啦，講到錢呢樣嘢，直頭係老人殺手。你勞碌大半生，死慳死抵儲咗一陣棺材本，原本可以安安樂樂嘆世界，結果你身痕去理財。你聽朋友講呢隻股票有內幕消息，實升你仆佢瞓身。你睇電視啊，話有一種保健品食咗可以降三高、抗癌、變返18歲。你仆去買，買完成屋都係食到你屙黑屎。你收到電話話你中咗大獎，不過要俾手續費。你仆去匯款，勸都勸唔住。銀行職員問你係咪俾人呃，
你仲鬧反人轉頭，話人阻你發達，你理乜嘢利息高啲？你理人哋話虛擬貨幣會升到去火星？你呢啲叫貪，貪至得個貧。呢句説話由細聽到大，你到咗60歲仲未明，你個腦生喺屎忽度，你咁多理，結果點？倫敦金一鋪清袋，股票變牆紙，保健品食到洗腎，電話騙案呃到你連綜援金都俾人呃埋，你喊苦喊忽，報警都冇用，錢追唔返，仲要俾警察暗笑你蠢。你唔理呢啲嘢，放喺銀行做定期，雖然息口低，但至少安全。你唔憤氣，話怕貶值，你唔理佢，貶值極都仲有渣性。你一去理財，渣都冇事，錢係你嘅，命係你嘅。但係當你理錯嘢嘅時候，錢同命都唔再係你嘅。你唔去理投資、理回報、理注數，你就唔會俾人當水魚。你呢個年紀最重要係保本，唔係增值。增值係後生仔玩嘅，你玩得起條命咩？你越理錢，錢越走，你唔理佢，佢反而乖乖地留喺度陪你終老。你錢財嘅另一面係你遺產，你都未死就喺度諗啲身家點分，分唔勻，驚仔女爭，索性自己先開口，呢個俾多啲，嗰個俾少啲，搞到仔女即刻反面，日日上嚟嘈，當住你面開片。你原本想家和萬事興，結果提早搞到成個鬥獸場，你未斷氣，佢哋已經計緊你幾時死，好快啲分錢。你呢啲叫好心做壞事，係自己計棺材釘嚟吉自己。你唯一要理嘅係確保自己仲有氣力，簽支票，仲有能力鎖好個夾萬，其他分配嘅事交俾遺囑，交俾律師。死咗之後佢哋打生打死你完全唔好理，因為你已經化咗灰，你條毛跟住就係最貼身嘅，你自己負計。你呢部行咗60-70年嘅老爺車，有啲零件鬆，有啲生鏽，係正常過正常。你偏偏要理，少少頭暈即刻睇急症，驚生腦瘤，咳兩聲驚肺癆，食滯咗驚腸癌，量血壓一日量10次，次次都唔同。你個少少心靈就跟住啲數字七上八落，高少少就面青，低反少少就開心一陣，轉頭又高反就抑鬱。你咁樣理法，唔病死都俾你嚇死。你要睇醫生，醫生話冇乜事，你唔信，覺得醫生容醫，再去睇第二個、第三個，睇到第4個，終於有個話你有啲事要幫你檢查下，你就當佢神咁拜。結果一輪檢查，搞到個人散晒，最後話你其實只係神經衰弱。你哋呢啲叫疑病症，係因為你太得閒，太理個身體。你越理佢，佢越有反應。你唔信，你試下，淨係諗住你個鼻哥係咁理佢，有毛塞，唔夠5分鐘，你實覺得佢濕濕地。呢啲叫心理作用，身體有佢自己嘅運作，你越介入越容易失衡。你見有幾多農夫粗茶淡飯，成世無驗過身，一病就死，但係人哋活到80-90，死得痛快。你班城市人年年驗身，樣樣理足，結果20年都係抱住藥煲，拖拖拉拉，生不如死。你嘅幸福係建基於你對身體嘅信任同唔好理。唔理佢唔代表你唔照顧佢，而係你唔好同佢較勁，唔好做佢嘅奴隸。行得走得食得瞓得就算數，間唔中有啲小毛病，由佢同佢共存。你理得幾多？你依刻理好個肝，下刻輪到個腎，啲零件排住隊嚟壞，你同佢哋鬥，你鬥條命咩？終歸一死，你理佢幾時死？閻羅王本數寶你又理得到？越怕死，死得越快，因為恐懼係最好嘅催命符。你唔好理佢，放低個血壓計，掉落個藥盒，行出公園曬太陽，同人吹水，食件肥豬肉，飲杯靚普洱，你個人反而鬆晒，啲毛病唔知走晒去邊。真係要走嗰日就乾手淨腳，唔使拖。既然講開死，就講埋身後事。你連死咗嘅嘢都要理，棺材用乜木，壽衣要乜款式，龕位要幾多層，要幾多位道士打齋，要邊個仔擔幡買水，遺產邊個繼承，邊個無份，靈堂要擺乜花，訃聞要寫邊幾個名銜。你諗咁多做乜？你死咗靈魂有毛都未知，有嘅話你都飛走咗，理得副臭皮囊係俾蟲咬定係火燒？你安排得咁細緻，
你啲仔女到時一句一切從簡，即刻將你個心願丟落垃圾桶。你為咗爭個骨灰龕位，同人哋搶到貴一貴，到時你個不孝子轉手就將你個位賣俾人哋二叔公，你吹得佢脹。你死前吩咐要燒架紙紮跑車，結果你個新抱話唔環保，燒部紙紮電動車俾你，你都收到。你理身後事，理到天花龍鳳，但主宰權根本唔喺你手，你只係俾自己一個假希望，越理越唔憤氣，越唔憤氣，死嗰陣越死唔眼閉，不如乜都唔好理，遺言就一句求其是但，燒咗殺海，一切隨風，爭產嘅窮一世，孝順嘅自己發達，搞掂。你唯一可以理嘅係趁仲在生，自己使晒啲錢，攤盡佢，唔好留太多俾後輩爭。你連遺產都蝕得七七八八，佢哋仲有乜好爭？你唔理身後事，個天自然會幫你搞掂。你以為秦始皇你唔理身後事，理到起咗成隊兵馬俑，結果呢個墓俾人挖，個屍體早就化灰，得返個旅遊景點，錢就俾人賺晒。你呢？你留低嘅爛鬼樓契同過期回鄉證，人哋拎去賣爛銅爛鐵都嫌咗掟。最後一點係理你塊面嗰陣老來嬌，你理人哋點睇你？退休前你係陳總、李校長、張醫生，退咗休即刻變陳伯、李伯、張伯。你覺得人哋唔尊重你，稱呼降級，你條氣唔順，成日拎翻以前點威風點巴閉出嚟講，圍住班朋友噴口水，人哋聽到耳仔起繭，杯茶凍咗你都未講完，你咁理人哋嘅稱呼做乜？你以前係總統，而家都係一鋪牛雜麵嗰嚿牛肺，你唔好理佢，叫你喂定老嘢，叫你一聲老嘢，你嬲足3日，你咁好中氣，不如去公園遛雀仔，面子係俾人睇嘅，日子係你自己過嘅，你越要面子，越容易俾人玩。同學聚會，個個鬥身家、鬥健康、鬥仔女，你着到身光頸靚去，人哋問你住邊，你唔好意思講住屋村，就作大話住半山。結果人哋話第日上嚟探你，你即刻口窒窒，成晚心驚膽跳。你為咗維持呢個假象，理足全場，眼觀六路，耳聽八方，反到去攰到成隻死狗，值得咩？短褲拖鞋先係最舒服嘅黃袍。後生仔喺背後笑你老餅，笑你寒酸，你唔好理，你理佢，你咪要攞錢出嚟扮靚買名牌，然後個月尾食杯麵。何苦？你嘅存在價值唔係建立喺人哋把口上面，你已經過咗需要證明自己嘅年齡，你而家唯一要證明嘅係你仲識呼吸，所以人哋嘅眼光、人哋嘅評價一概唔好理，佢哋話你怪、話你毒、話你涼薄，由佢話最好話你係深山野人，咁就無人煩你。你真正可以稱帝，喺自己個狗竇入面做皇帝。理佢外面打仗定係地震，講到呢度，你可能火都嚟埋。尋日飛你都理得幾多禮？寫幾千字就係叫我乜都唔好理，你憑乜嘢理我呀？哈哈哈！你中計啦！我收咗稿費。我話大佬，我理你班聽眾聽唔聽得入耳？我理我就係要鬧醒你。我唔同，我係以毒攻毒，以理勸唔理。你睇唔過眼，但係可以唔好理我呢篇文。但你問心，你係咪俾我講中晒？你係咪晚晚瞓唔着？就係因為你呢樣你嗰樣？你係咪曾經試過因為理錯嘢而搞到一身蟻？如果係，你就同我跪低對住塊鏡，大嗌3聲，唔好理，唔好理，唔好理，然後將呢3個字紋喺個心上。真正嘅晚年幸福係一個斷捨離嘅過程，而第一刀就係斬斷你想理嘅賤骨頭。你諗下，你細個嘅時候，天跌落嚟當被冚，乜都唔理，嗰陣你係幾咁快樂？你點解越老越唔開心？因為個包袱越背越重，入面全部裝住別人嘅嘢、社會嘅嘢、過去嘅嘢、未來嘅嘢，無一樣係自己嘅嘢。你將呢個包袱掉落海，你就浮翻上水面透氣。你唯一要理嘅係今日天口好唔好？有冇風？有冇太陽？有冇一壺靚茶？有冇一本鹹書？如果你仲睇到，有冇一班唔會問你借錢嘅狗肉朋友？係咁多，其他一切一律3個字，唔好理。仔女要離婚，唔好理，佢哋大個死唔去。老友爆血管，唔好理佢自己嘅身體。
你理佢又唔會幫你通翻條血管。股市大冧巴，唔好理你冇錢買股票，你係食緊長糧。隔離屋隻狗生狗仔唔好理，佢唔會送隻俾你蚊。電視新聞話外星人打嚟唔好理，子彈射到埋槍先算。你發現自己有粒暗瘡唔好理，你唔係18歲，無人在意。你老婆話你冇鬼用，呢樣要理。不過係你點樣令佢收聲，多數係俾晒啲錢佢，然後自己閃出去唞下。總之一句，理得多死得快，理得少瞓得好。你睇下大自然啲動物，老咗嘅獅子就自己行開一邊等死，佢會理個族群邊個做新獅王，佢會理聽日有無角馬食，佢唔理，佢就攤喺度曬下太陽，回味下以前幾威水，然後合埋眼。人就係衰多口衰多心，以為自己好醒，其實最戇居嘅就係你嘅你其實反映你內心嘅恐懼，怕俾人遺忘，怕失控，怕成為無用嘅人。你越理就越暴露你嘅恐懼，你越恐懼就越俾人睇死。你唔理反而有一種深不可測嘅霸氣。當個仔話要娶個艷星，你眼皮都唔抬，話哦記得擺酒話我知，佢反而驚你係咪有絕症。當個朋友炫耀佢移民去英國幾威，你話哦祝你好運，英國啲嘢難食到嘔，佢即時覺得個威字跌咗落地下。當個推銷員話你唔買保健品遲早死，你話哦我依家都想緊點死得舒服啲，佢會知難而退。呢種唔好理嘅態度係你晚年最強嘅魚女甲，係神級嘅軟皮蛇哲學。呢個世界所有嘅煩惱都係因為你理佢，佢先會嚟煩你。你唔理佢，佢就冇辦法喺你心裏面插旗。你將呢3個字應用得出神入化，你就會發覺原來天空可以咁藍，白飯可以咁香，連放個屁都特別清脆。你啲仔女可能開始覺得你深不可測，唔敢再喺你面前玩嘢。你啲朋友覺得你瀟灑豁達，當正你係高人。你嘅血壓可能因為乜都唔理，慢慢正常返。你嘅人生喺最後呢段路，終於可以由自己做反主角，而唔係做別人劇本裡面嘅茄喱啡。晚年幸福嘅秘訣真係得3個字，唔好理。我今日就講咁多，你由聽日開始試下實行。首先將你手機入面嗰啲無聊群組全部退出，唔好理人話你小氣。跟住你仔女打電話嚟訴苦，你聽完淨係答哦係咩咁點呀，3個句式，千祈唔好俾意見，唔好理。之後你行過公園見到啲老友記嘈緊交，你當睇馬騮戲，笑下就行開，唔好理。返到屋企你老婆哦你唔記得買豉油，你話係咪我唔記得咗，然後由佢哦你入房睇書，唔好理佢哦幾耐，你堅持1星期，你會發覺成個地球唔會因為你唔理而停轉，反而因為你唔理，你個人轉得順咗。你堅持1個月，你會發覺你多咗好多時間可以用嚟真正享受生命，而唔係消耗生命。你堅持1年，你會發覺你容光煥發，行路有風，後生過班成日理東理西嘅老鬼10幾年。所以由呢一刻開始，同我撻低個頭，放低你嗰啲無謂嘅責任感、控制慾、正義感、存在焦慮。你只係一粒塵，一粒將要落定嘅塵。你唯一可以做嘅係喺落定之前飄得優雅啲。優雅嘅秘訣就係唔好理咁多做乜，反正最後大家都係一種往事，半縷青煙。到嗰陣你嚟演嘅求壞事個確卡就講咁多。你唔同意，你話我妖言惑眾，隨便，我唔會理你點諗，因為我一早已經做咗唔好理嘅掌門人。你繼續理啦，我繼續嘆世界，睇下邊個長命啲，睇下邊個死嗰陣個樣安詳啲。到時你塊面皺埋一嚿，好似苦瓜乾咁。我塊面雖然有皺紋，但係嘴角含笑，你就知道呢3個字值幾多錢。唔好理，千金難買，就係咁。